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0月23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全国第一件由地方推动、等待10档的台港文化中心，将伫12月开始试营运。现总是建筑物的结构工程拢已经完工，目前的进度大约是90%。代理市长李梦燕上午特别前往视察，要求施工单位最后2个月也要确保品质。对104年开始动工的台港文化中心，是全国第一间由地方主动争取的艺文场馆，嘛是全国第一座同时有社区大学、图书馆、文化中心3合一的文化设施。馆内的实验剧场有南台湾上侪600个座位，同时嘛会使有1面到4面的舞台，提供无同表演的需求。23号上午，代理市长李梦燕甲侪面代嘛到场视察，了解工程进度，并听取文化局的报告。市长嘛希望施工单位会使伫上尾2个月确保品质。目前已经接近完成的阶段，那预计在12月初就要开始来举办卸土，那进入试营运。那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4合1的文化中心哈。第一个，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展演厅，那是实验剧场，那可以容纳600席哈。那么第二个，它是图书馆。它本身也有图书馆、阅览室，所以它是很适合可以来服务4周的年轻学子，大家来这边来学习、来念书。那第3个，它有一个终身学习的教室的这个大楼，那我们未来会跟社大合作，那有很多的相关的终身学习的课程在这边。那另外它的周遭的环境也非常的将来完成以后，我想会绿树成荫啊，那非常适合民众来休闲。这个散步运动，所以可以说有4个重要功能的一个这个文化中心。那我们特别要求施工单位最后这1-2个月的时间要把握进度，但是呢最重要是品质优先啊。那么能够在12月提供一个非常优质，那么非常棒的符合大家所期待的这个文化中心来服务我们的乡亲。整个园区除了有室内的空间以外，嘛有设计户外的广场会使进行表演，同时嘛保留原本就有的老树。目前的工程进度大约90%，预计伫12月2号下土并开始试营运，明年4月就要开幕。嘛期待台港文化中心会使成为台南滨海地区上重要的中心学习甲表演艺文的中心。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安南区头城圣母庙路跑队的队长蔡明仪，伫今年8月底参加瑞士超级铁人3项，连续比赛6天，完成1130公里，不但创下台湾头1位参加完比赛，而且也是唯一非职业的参赛选手。上午议会副议长也特别召开记者会，颁奖表扬这位台南志工。副议长郭信良表示，这场由美国 IUTA 三铁协会所认证的国际重要赛事——瑞士铁人3项5倍连续比赛，不但是对选手的体力、耐力甲意志力的挑战，而安南区的居民蔡明仪不但专程完成比赛，而且阁得到全球第5名的好成绩。上午特别召开记者会，为蔡明仪颁奖表扬。伊伫6天内底走1130公里。伊6天内底，我问你困偌久？伊讲6天内底拄啊困无3点钟啦。我当连续伫遐走，6天困无来完成台湾第1人瑞士的铁3项。所以这点内底大家咱肯定伊的意念，这是非常人啦，非常人。参加这个路跑的人非常的多，还要完成瑞士铁人3项的人，到目前是台湾第1人，所以值得我代表台南市议会要特别来表扬蔡明仪先生此项的壮举，创下台湾第1人，也是台南人的光荣。超级铁人的比赛必须要伫17点钟内完成游泳、骑脚踏车、甲路走，总距离226公里，本身就真有挑战性。
不过，瑞士的超级铁人必须要挑战连续5倍的距离。蔡明仪表示，拄开始靠的是体力甲耐力，不过6天连续的赛程困无到6点钟，最后只有靠着意志力甲宗教的信仰，才可以完成比赛。跑步的时阵是走甲吼，因为遐济工无困啊吼，走甲迄个哈利波特体力用完啊，用耐力也用完啊，用意志力。意志力用完了，真正出现哈利波特就是魔幻世界安尼，迄树啊拢会变影出来，吼，拢有啥物妖魔鬼怪安尼。但是我穿马祖的衫就袂啊，你着心头作定。那安尼了后呢，我要到终点的上尾一个，伊摕咱的国旗，主办单位主办迄个准备的。摕咱的国旗，互我换咧走一个，所以上尾也是用尽迄个国旗力，甲即件代志完成。会中包括教育局专委以及侪侪安南区乡亲，拢前来为蔡明仪来祝贺，会用完成这项赛事，不但是台湾头一位，而且伫个比赛当中受到各国的参赛者加油甲打气。蔡明仪认为，政府应该鼓励更侪选手参加。希望台湾的体育会用伫世界持续发光。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减轻路边停车收费员的工作量，市府于今年10月份开始委外开单。不过，议员李文正最近却接到真侪民众反映，认为委外以后民众的负担变增加。议员呼吁开单应该兼顾人性化，袂当变成政府向民众抢钱。议员李文正表示，路边的停车格原本只是要改善交通的违停，政府无应该以盈利为目标。不过，对今年10月份开始，整个安平区的路边停车开单却委外办理，造成民众的落地大失火。议员质疑，毕竟民间公司是以盈利为目标，呼吁政府应该人性化，并且暂缓其他区域的委外作业。我感觉讲安平区。即摆安尼规区结果咧收啊，大家就感觉讲，我文静最近安尼，轻重底就开单，轻重底就开单，你像讲迄感应的收费，你也看即摆大家讲就加较少人，因为咱感觉讲，我今仔讲，我来个缴费啊，即摆去路边的时阵，恁即摆念路边，即摆有拿委外的时阵，你七早八早就去咧收，这拢造成讲，让我们的市民他反而更不要出来了。这迄个顾此失彼这个也是不好的一个做法。所以第一就是讲人性化，第二呢就是讲安平北区即马以外遮就忙去在委外了。对此，市府交通局回应，目前委外区域只有安平甲北区，而且当初委外只是要降低收费员的区域负担，加上委外以后，嘛发现停车的周转率确实有提升。至于开单人性化的问题，交通局嘛详细查核。是毋是无应该开的时段来开单？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日本 KYB 制正器造假，国民党议员王家珍、翁玉凤、蔡淑惠、李中琴甲蔡玉辉上午联合召开记者会，一方面除了骂日本商人无顾台湾人的性命，另外也要求公部门要尽紧调查，到底台南市偌济建筑物是使用这种假制正器。同时向日本要求赔偿。日本爆发 KYB 制正器的造假，加上顶礼拜台湾普悠玛事件，议会国民党籍议员王家珍、翁玉凤、蔡淑惠、李中琴甲蔡玉辉，伫上午的记者会召开进前，嘛成为普悠玛的罹难者默哀。接续议员嘛批评日本 KYB 制正器的造假风波。议员认为，台湾因为抗日的地动，近年来有袂少的大楼甲豪宅，拢号称采用制正器来防灾。不过后来去传出日本的 KYB 制正器拢是假，互民意代表相当的愤慨。一方面痛骂日本人无顾台湾人的性命，另外嘛要求公部门要赶紧调查，到底有偌济大楼甲豪宅受害。这么重大的制正器到底能不能制正？
制证器的造假数据到底对我们的安全有多大的影响 ？KYB 这家公司，它为什么只卖给我们台湾人，全世界都是卖不掉？还是他觉得台湾是一个最好销的地方，骗台湾人最容易？卖就是发现这个避震器，它已经远远超过了日本政府规定的一个范围15%，日本政府规定15%，结果呢，伊这个是到40%，而且这个很多数据都是造假的。政府说假新闻要关3天，那造假的东西，政府是不是愿意出面来帮我们的民众讨个公道？我不知道我们市政府公务局，我们公部门对于任何一个大楼他们的避震器或者制震器，他们在装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监督去了解它的进口是不是符合我们的国际标准？这是我觉得这个公部门对于这样的一个整个建材是不是有去了解？对此，市府监务局官员回应，因为该案牵涉到全台湾，目前营建署嘛下令要求地方要伫2月4号完成调查。至于影响的层面，建管科长表示，如果制震器的效果当初规划是外加，无列入大楼的防震系数，就较无影响。未来会加派结构技师来做调查。那市政府在收到这个议题的第一瞬间，我们就责成相关工会，包括结构技师工会、建筑师工会，还有不动产工会，就他们设计采用的产品里面有没有涉及到这个牌子或这个型号，就是有公布的部分，然后去做一个自主检查。就你有的话，赶快去清查。那当然，后续我们还在追踪相对勾稽啦。那我们是针对大楼型的案件优先去勾稽跟查核，这个清查追踪我们是不会断的。议员除了要求清查的结果一定要公告以外，另外嘛要求发展处一定要和公务局配合。如果有大楼的住户受损，嘛要向日本来求偿。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因应数位时代潮流，中嘉集团陆续开发手机APP。要让民众生活更加方便，而且为了推广 APP 缴费，佮推出咖啡机的抽奖。结果9月份的幸运得奖者是抽到台南的有线电视收视号。数位化时代，中嘉宽频为了让用户缴费方式更加多元省时，所以陆续开发行动客服 App 等相关手机上码功能。同时，为了鼓励民众充分利用下载来缴费，对今年7月开始，连续3个月拢办抽奖。当中伫9月份转台有线电视的收视号当中，台南的消费者得真幸运，抽到价值将近6000块的咖啡机。19号下晡亲自到上主车有线电视，由联智中心协力陈建春代表颁奖，意外得奖嘛，会留下深刻回忆。利用这个 APP， 我可以马上知道说我这个月的还有什么未缴的金额。那我知道这个金额之后，我可以马上用线上去付款。那我也不用再跑到超商或者本人要到这个公司来缴费。所以我觉得这样可以节省我们的时间，这样子。下载 APP 还可以得到这个咖啡机，非常的令人开心。这一次中嘉集团所属的三广有线电视跟双子星有线电视，跟我们中嘉集团所举办的行动客服下载抽咖啡机的活动呢，到今天圆满的告一段落。那我们的客户非常幸运的有抽到2台的咖啡机，那也希望后面呢，我们的客户可以持续来使用我们的行动客服的下载，那可以提升我们客户缴费的方便性。那我们的双子星跟三广有线电视后续也会不定期的再推出一些抽奖的活动，那也让我们的客户可以多多来使用我们的 App。除了咖啡机抽奖的好康以外，目前上主车甲三广有线电视嘛准备消毒、清洁、餐盘等实用的家庭用品，随时后交到柜台，当下下载行动客服 App， 得当参加抽奖，送完为止，嘛请民众甲好朋友分享。台南新闻军及郭国义采访报道。遐困者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
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一定得爱安平的在地职人，伫个旧年办理万圣节小鬼主题趴之后，亲亲受到好评。今年更由安平诗乐园群剧团队带领，结合安平商圈、文主社区以及南台科大的音社，成立安平金诗人团队。10月27号将伫安平街举办万圣节彩鸡活动。由安平诗乐园群剧团队所举办的安平万圣节金诗人嘉年华，10月27暗时伫延平街将会举办盛大的千人变装大家活动，要来邀请亲子做伙同乐，共同欢度万圣节。主办单位为了扩大宣传，23号这天特别邀请石门国小的学童提前体验变装讨糖仔食的趣味。由安平老街3街2巷认识我们安平的一个建设文化巷弄之美。好，小心有车子哦。好，有鬼。好，谢谢。我们金诗人团队最主要是由安平在地的一些商圈，或是在地的里民，或是我们安平诗乐园的伙伴，一起在这边共享这个一个资源，来到这边来推广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希望我们在10月27号当天活动的时候，可以欢迎我们安平在地的伙伴朋友来到我们安平的百老汇现场，就是我们说的104巷这边来进行一个走街活动。当天从下午的1点到3点有我们的市集活动，那3点到4点有我们的表演魔术，还有小丑的活动。之后我们有艺人竞标，还有行动支付相关的活动都会在这边举行。那下午在5点半以后，我们会有一个千人由安平老街，会由我们安平的大家长一起带着我们一起来游安平3街2巷。那在这45分钟的游街过程里面，会有很多我们安平的店家提供很多小奖品、糖果给我们在场游街的弟弟妹妹可以索取。那活动结束之后，回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安平的店家提供了很多住宿券、脚踏车或是笔电等等，在这边欢迎大家一起来摸彩。今年的金诗人嘉年华总共准备6个活动，现场不但有通吃，也有通买，更加有通耍。活动为下晡1点开始，一直举办到暗时8点。主办单位欢迎市民踊跃前往佚佗。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南部的百货公司周年庆陆续登场，为伫个东区的购物中心，就拍出全台南上界实在、上界侪18%现金回馈。另外，阁有真侪好礼要销送，要互消费者买愈多送愈多。团结一心，超越习；团结一心，超越习；团结一心，超越习。购物中心周年庆第一波的活动，推出全台南上悬18%的现金回馈，要互消费者欢喜采买。到指定专柜消费，阁有满5000送500。指定家电以及家具，嘛有推出消费满1万送1000的活动，搭配着指定的信用卡，阁有其他礼券通好赠送，多重好礼的回馈，要来刺激买气，就是希望会当达成业绩10亿这个目标。这次地表上最强的阵容来到我们南纺购物中心，因为我们杀很大，优惠很大。我比较过了因为蝙蝠侠很会比较。所以我已经帮所有的客人、所有的朋友们做过比较，要买、要购物、要吃，就在我们南纺购物中心。我们希望这一次的周年庆呢，大家用微笑、健康、活力来突破我们10亿的目标。为10月25号一直到11月14号周年庆的期间，购物中心嘛有推出1点换礼券的活动。另外，嘛有全台独家的满月礼、手机女孩名的便当卡仔，互民众收藏。消费者会当趁到这波周年庆的期间去彩港摕好礼。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来自日本的美容沙龙业者，在1987年首度来到台湾，提供甲日本干部的美容服务。现在是选伫台南打造一间全新的美容空间。
要用世界级的水准来服务台南的消费者。不管是洗头，或者是美容美甲，甚至是 SPA 的服务，即马来到这间全新开幕的店家，拢会当亲身体验到。这间来自日本的美容沙龙，为1987年引进台湾以后，提供甲日本公布的技术以及产品，受到真侪妇女的喜爱。为了回馈消费者的支持，将原来空间改造，以优雅的环境以及专业技术，提供更加多元的美容服务。ソシエワールドは、台湾でも今30年。施舒雅在台湾已经是30周年，我们以整体美美容整体美的一个概念呢，提供了所有的服务，包括美容还有就是身体的保养及手足的课程。那今年呢，我们更加入了就是更多的一个服务项目，包括头部的一个按摩及这个男士的一个服务。那所谓的一流的服务不止技术跟产品，我们产品也是非常的用心。那我们有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个自家的品牌跟代理的品牌。那以法国，我们提供法国呢一个很专业的品牌，包括雅诗婷，还有在日本我们自己研发的优雅的一个产品。美容业者嘛结合百货，伫这波周年庆期间，会当用上优惠的价销，得到上超值的服务。欢迎爱水的朋友做伙来体验。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节分的天气，温度23度到29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最好是6级。感谢你收看10月2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林子玲。